懂啊，就是你们女生每个月来的那几天。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，什么叫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想死死不了，想出出不去。娘娘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，好歹吃点，可别委屈了自己。这宫还真是不容易进的，进来了想死都难。我也只能这么苟且的活着了。嘿，这就对了，留得青山在，咱怕谁呀？这桌子都什么菜啊？这些都是您最爱吃的呀。有马小吗？啊？马小是何物？哎，我是滚。奴婢滚便是了。哎，等会儿。我今儿肚子不太舒服，给我倒杯热水。好嘞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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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干什么呀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大姨妈来了，我正努力把她控回去，你快去帮我拿那个东西。大姨妈，娘娘，咱们家没有大姨妈，您是不是又犯病了？我还是去给您叫太医吧。我说你怎么比我还不懂啊？就是你们女生每个月来的那几天。奴婢这就去。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变得这么娘啊？娘？你本来就是娘娘啊。你给我垫的那个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嘛。那个是什么做的呀？娘娘，这怎么好意思说呀？多害臊啊！哎，做女孩还真不容易，我也只能这么凑合的活着了。娘娘说什么奴婢不懂，不过呀，只要娘娘活着就行。娘娘，这个呀是奴婢特意让人给您熬的，特别的滋补养颜，对女人的身体那是极好极好的。能给我换个男人喝的吗？哎，汤不要了，你去把那个谁给我叫过来。就是太子那些妃子们叫什么来着？陈良娣啊，对，就是他。还有跟在他身边那个黄良元、王昭训、李成辉。对，就是他们，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。您平日里和他们也没那么多来往啊。就是因为平时生疏了嘛，所以才要联络一下感情的。快去！月4研讨会是什么啊？就是这么娇羞的事情，为什么在这儿说？太奇怪了。今天啊，我们就这会议的主题做一下探讨，谈一谈对月事的感受。自妹妹出巢之时，还以为自己是得了绝症，哭哭啼啼的写了一封遗书。后来母亲才宽慰我说，但凡是家里的女子，到了一定年纪总会这样。可后来我又以为这是家里从祖上开始传女不传男的疑难怪病，当时啊真的是恨得要死。可后来我才发现，这也是天赐的宝贝，多加利用对身材是极好的。回想我第一次来那个的时候，正好是夏天，身上流着汗，下面流着血，那活脱脱就是一匹汗血宝马啊！你们说了这么多，都没有说到重点。我就是想问问你们，你们来那个的时候，也那么难受吗？难受？哎呀，姐姐，您那要叫难受，可教我们怎么活呀？怎么说？咱们宫里的东西都是和身份地位有关系的，就拿娘娘每个月要用的那个来说吧，您用的就是孔雀毛，我们用的就是野鸡毛，还有的娘娘用的是草木灰、海绵、鸭毛的。野鸡毛？凤儿，拿过来给姐姐瞧瞧。是。这
这种东西还随身带着，以备不时之需啊。还有别的款式吗？别的啊，那要看别宫的娘娘有没有让宫女备着啦。哦，去吧。凤儿，是，姐姐您等会儿，这各宫的宫女都会替主子备着呢。还真没想到，这宫里的3、6、9等，从女人那几天用的东西就能看出来啊。可不是嘛，娘娘。那您以为呢？我以为那玩意儿只有弹力贴身跟 ABC。娘娘，想必是宋太医来了。娘娘，臣为您把把脉。怎么样啊，小宋？娘娘的身体并无大碍，您说您腰酸背痛是正常的，我去开一副药，您及时服用就好。我这2天头也挺晕的。腰酸是肾虚，头晕是体虚。如果您有腹痛，那就是体寒。有的人经络不畅时，那就会……哎呀，哎呀，哦啊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那就会腹泻不止。啊！哇！娘娘，你干嘛？出去！太子爷今天晚上要出发去江北大营，关我屁事啊！侧妃们都去送了，你不去送送吗？你没看我这奋斗着吗？绿篱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绿篱，